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心靈綠洲。道長話短。徐星，今日好開心咧，我哋咧就揾翻咧上一集嘅專訪嘉賓阿袁康就博士咧係嚟接受我哋做個專訪，因為上一次咧有好多嘢都問唔晒啊，咁啊跟住繼續捉佢嚟啦。博士你好，博士你好，你好，大家好。雖然上一次有啲詳細介紹嘅博士俾聽聽，但係今日我啲簡單即係講講啦。咁即係等我哋啲聽眾，如果啱啱今次新開心機嘅，都知道阿博士嘅背景。袁康就博士咧係道教徒，道號咧就宇陽、維陽、師通，為武當三豐派第15代。喺職業方面呢，阿袁博士呢亦都係註冊嘅中醫針灸嘅。咁佢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兼任講師啦。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兼任講師啦。咁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嘅內丹氣功嘅課程導師嚟嘅。咁其實咧，阿袁博士好得意嘅，佢係我熟悉嘅道教界人之中係好少有咁高學歷㗎。喺學歷方面咧，阿袁博士咧係香港科技大學嘅哲學博士，研究內丹氣功，係香港科技大學嘅哲學碩士，中國四川大學嘅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嘅文學士，九龍中醫學院全科及針灸專科畢業，並取得北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針灸高級證書、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嘅針灸專科證書等等。咁另外咧就阿袁博士都幫好多公館啊、其他團體做多義務嘅工作，亦都出版好多書嘅。咁特別呢度睇睇咧，上一次我哋探討到咧，阿袁博士咧佢本身原來對畫畫好有興趣啊，佢本身亦都對功夫好有認識、好有興趣嘅。咁我哋一陣間都可以多啲同阿袁博士傾嘅。咁特別咧，阿徐星啊，我介紹袁博士之餘咧，就不能夠不介紹一個叫做袁康就太極內丹學會。係啊，呢個出名㗎。博士佢即係好努力去推廣嘅。咁其實一個學會好早以前都成立㗎啦，不過喺2003年呢，就做咗呢個袁康就太極內丹學會呢個名稱。咁個學會咧主要教授內容咧，包括就動功同靜功啦。咁動功係以太極劍拳啦、武當劍拳啦、六字訣、宇陽真氣功為主要嘅鍛煉功夫，靜功係以內丹氣功修煉為主。內丹氣功由入門到上乘嘅功法啦，都具有具體嘅正統介紹。特別係以中呂丹道，即係鍾離權同埋呂洞賓嘅內丹學為教授嘅主題㗎。咁提倡性命雙修，咁開拓既有道德修養，亦都注重個養生同埋長壽。你攞到一個完美嘅生命啊！理論同埋實踐都並重嘅。咁呢度咧，我就覺得阿袁博士咧，我覺得佢身力體行。第一樣嘢，佢自己本身又練氣功，又教氣功，自己係一個醫師，咁即係好全面嘅。咁我哋咧就其實上一集咧都好多嘢同佢即係講嘅，特別係佢點樣入道啊，佢同我哋阿侯爺即係青松觀嘅侯寶桓道長嘅關係啊點樣。咁嚟到呢度咧，我哋就不如問下博士咧，佢個專科啦，針灸啦。咁我又要申報你㗎，知唔知啊？徐星，因為我真係俾阿博士針灸過咧，真係得㗎。有一次都唔知點解搞到自己唔好舒服，咁啊揾阿博士針灸。我話想問下阿博士啊，你做針灸咧，你覺得針灸而家咧喺整個中醫裏邊咧，其實佔緊一個咩嘅角色咧？係主流啊，還是都未係主流嘅？一般咧，即係大體嚟講咧，都未算係主流。主流應該係開藥方嘅。咁傳統嘅中醫咧就係針同埋藥兩樣一齊嘅，尤其是咧最早都係針開始先嘅。不過咧就喺香港嘅文化咧，喺生活上面咧，就大家咧就有時咧就去開藥方為先。咁啊針灸被界定為痛症啊，咁樣先至去揾針灸，諗起針灸先揾針灸醫師。咁啊，尤其是係啲人特別係唔中意俾人吉啦，吉係痛噶嘛。咁所以咧就呢個咁嘅觀念咧，就會影響到你去睇病咧，盡量咧避開針灸呢樣嘢。其實針灸嗰個醫療效果係好直接同埋好快嘅。咁啊有，譬如我哋講急症啦，突然間拗柴腳咁樣，拗柴腳突然間就腫咗啊，痛啊。咁樣傷啊，咁樣行都行唔到咁樣，呢啲你開藥方嘅一定係唔夠快嘅，咁啊針灸一定係快嘅。咁當時你可能會諗起係去揾跌打咁啊，先至再諗先揾針灸。其實唔係嘅，因為針灸嗰個認識
係唔係好深啊，所以你諗唔起針灸。如果相對兩種療法咧，嗱，當佢跌打嘅療法就係噏藥啊，噏住啊紮好啦，咁啊翻屋企啊唔沖涼啊咁樣，咁啊2-3日先至除嗰撇藥啊咁樣。咁針灸咧就唔係嘅，咁針灸咧就係對於拗柴腳咁嘅呢個例子咧，腫咧一定係軟組織撕裂啦，血管爆破啦，咁啊積埋一嚿泡咁樣。最好就係放血嘅，咁啊針灸咧直接咧就將嗰泡嘢咧就放出嚟，咁放出嚟有個好處咧就係徹底咁樣即時就唔痛啦，因為你冇焗住啊嘛。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避免咗日後咧你嗰啲淤血咧停留咗，甚至乎滲入咗嗰啲骨仔度。如果你淨係上邊撕裂又唔腫咧，嗰個滲血程度唔係好嚴重。如果你係腫過咧，你滲血嘅程度非常嚴重，向入泉咧，或者向住腳趾尾嗰度行咧，所以你好多時拗柴腳，你見到咧就隻腳咧就過幾日都連腳趾都淤黑晒嘅，因為你個血慢慢滲啊，佢又冇辦法走啊，咁你所以噏咧喺第一時間咧就唔係咁好嘅，第一時間應該係放血，咁啊落針，咁啊徹底咁樣清除即時嗰個淤血。咁呢個係針灸嘅一個好處嚟。咁啊，點解你又會有興趣揀呢一科咧？嗱，針灸咧喺中醫嚟講咧，一支針拮落身體咧係咩醫嚟嘅？冇藥噶嘛。我哋所謂穴位同埋經絡裏邊嗰係一個通道或者一個穴位上邊，佢能夠起反應咧就係個氣。呢個就係氣文化嚟嘅。中醫係一個氣文化嚟嘅，係一個道家文化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用針咧，其實係用氣嘅。即係你令到你個病人嘅身體咧，個氣咧旺盛到能夠自己去處理嘅自己嘅問題。咁啊，針灸係對治於疾病係用氣作為一個媒體嘅。咁我自己興趣都係搞氣嘅，即係研究氣呢樣嘢。人體係用氣嚟到去解讀你個生命嘅狀態，即係你話有病冇病又用氣嚟到解讀嘅，呢個係中醫文化嘅特色嚟嘅，亦都係針灸咧嘅特色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喺我自己嘅研究範圍以氣嚟講咧，我又研究打坐啊、內丹啊等等。上一集我已經講過，我又係研究過風水啊、命理啊咁樣。書法又講氣啦，係嘛？玩功夫又係講氣啦，係嘛？咁所以咧，我成個人所掌握嘅興趣項目咧，都係好統一嘅一個氣字。咁阿徐師啊，其實你有試過針灸噶？還未，不過係睇過書。睇過書係嘛？咁其實咧都係一個療法嚟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啲無論點咧，都係你中意一部分啦，亦都係中國一個傳統。都可能咧，而家嚟講咧，呢方面嘅知識咧，都世界方面都開始慢慢注重。不過咧，就阿博士你就講得好有系統啊，因為我覺得你睇你頭先所講嘅嘢，你將全部嘢歸納喺你個大嘅興趣嗰氣嗰度咧，咁作為一個道教徒，咁我諗你呢方面都係好道家。咁喺度我諗起咧，就喺堂上咧，你係派過好多啲文章俾我哋咧。其實博士你成日好多雜誌寫文章，其實你係咪真係特別咧對探討整個氣呢個興趣咧，都會嚟繼續你會喺呢度鑽研落去噶？係啊，主要咧，因為我自己嘅博士研究咧就係內丹氣功。其實就係內丹啦，但係我唔中意用氣功呢個字，因為用爛咗。比70年代開始喺國內嘅第二功能嗰啲咁嘅用爛咗，所以咧我唔中意用氣功。其實我哋練氣嘅方式，咁當然係叫氣功啦，係嘛？咁啊內丹係一種練氣嘅方式，練到出神入化，練到陽神出竅啊等等，都係用個氣嚟到去做一個練習嘅對象、修煉嘅對象。所以如果我而家呢個即係我過去就係喺學問上邊嘅追求咧，就係內丹。咁啊內丹你諗下啦，如果你以氣嚟到去講呢件事，咁好自然就係玩功夫啦、打坐啦、針灸啦。甚至書法啦、吹笛啦，咁呢啲咁嘅係好統一啦。咁啊，另外我想問咧，如果你個觀察裏邊咧，一般跟你學嘅學生啊，啲觀察其他人咧，喺練呢啲內丹方面咧，通常佢哋喺邊一方面做得係比較上唔係好夠嘅？一般咧就停咗喺咩咧？雜念太多啊，打坐雜念太多，咁唔知點處理啊？咁啊坐咗一輪啦，已經堅持咗啦，咁樣又好似又解決唔到啊！咁當你喺初段去進入呢個咁嘅練氣嘅功夫咧，第一個關卡就係處理雜念。如果你有方法或者得到名師咧，咁點你咧？
咁其實係一跳過去嘅。咁呢個就最多人困擾嘅地方，喺初嗰大半年啦。咁如果一般嚟講，你會有咩嘅方法咧？係你自己心中可以令到跟你學嘢啲學生咧會集中一啲咧？嗱，我嗰啲文章咧，我又介紹咗一個方法。呢個方法咧，原本就係其中一個老師咧，氣功老師咧，胡海牙。胡海牙係陳英玲嘅入室弟子。咁佢教我嗰個功夫咧，我將佢寫咗文章啦吓。咁呢個就上皮毛法，上皮毛即係上你個軀殼。咁你嗱，我哋個太極咧，嗱，我叫做元康就太極內丹學會咁啊。內丹咧，進入呢個內丹咧，第一層關卡咧就係嗰個太極。其實太極就係似有似無，又係有又係無，又唔係有又唔係無。咁呢個叫做太極。咁呢個太極圖咧，嗱，我當你識畫呢個太極圖啦，有中間有條 S 嘅形嘅。咁呢條 S 係一條邊線，就將黑同埋白兩條魚間開嘅一條線嚟。如果呢條線鏟咗，咁呢個黑同埋白咧，係咪可以融和一體咧？呢就係黑同白咧，好清楚咁樣間開，就係呢條 S 線作怪嘅。咁我哋要對付呢條 S 線，呢條 S 線相當於我哋嘅身體咧，就係我哋嘅軀殼，我哋嘅臭皮囊，我哋嘅皮毛。如果我哋對付得到呢個皮毛，將呢個皮毛呢個意識 delete 咗佢，刪除咗佢，咁我哋就有同冇係一樣噶啦。咁內同外又係一樣噶啦。咁即係等於呢個太極圖係進入咗一個真正嘅太極狀態，就冇黑冇白冇有冇無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要解決條 S 型嗰條 S 線咧，就必先要專注。嗱，我哋道家好有智慧嘅，個智慧喺邊度咧？你要解決嗰個問題咧，你要先進入呢個問題，然後先係拆解呢個問題。嗱，呢個問題咧，徐星聽落都唔係咁容易理解。我哋道長話短。徐星啊，咁我同你兩個咧就只趁住停定嘅一刻咧，就思考下個 S 型喎。咁不如咧，而家繼續問下博士咧。嗱，咁你就其實就好提醒啲學生咧，練嗰陣時咧，就點樣去將自己嗰個軀體去忘記咗佢噶，係嘛？咁其實一般你觀察佢哋咧，跟你幾耐咧？即係我講有心嗰啲人咧，會能夠達到你個初步嘅要求啊？視乎個人咧，將呢個軀體或者將呢個念咧驅除咧。有一個學生咧，第一日就已經係做得到嘅。哇，有緣喎佢。係，但係我咁耐都係得呢一個咁快嘅。咁最耐咧？最耐咧？其他咧就可能最耐可能2-3年都仲問緊呢個問題嘅。咁頭先我講嗰個 S 嗰條線咧，就係區分咗黑白同埋有無內外。咁如果我哋要刪除呢個邊線咧，就要專注去想住呢條邊線。咁即係話咧，就上皮毛法啦。咁你想住你個軀殼，諗住你陣皮上面啲毛孔撩下咁樣，專注去感覺佢，跟住咧你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就模糊嘅。你個意識模糊咧，就係開始進入呢個冇咗條線之後嘅黑白運用，或者係有無運用，或者係內外運用嘅一個處境。呢個就係我哋嘅太極處境。咁咧你就進入定啦。咁呢個就係方法嚟。好，咁我哋只試下先。咁啊，徐師好似你又有第二樣問阿博士喎。係啦，想問下袁博士啊。咁而家咧，你睇一睇話，當今呢個武術界個發展係如何咧？武術界係畸形發展嚟嘅，即係喺中國人嘅武術發展咧，包括咗中港台咧，係一個畸形嘅發展嚟嘅。即係我係好批評呢個發展。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一個畸形都係一個發展啦，咁樣冇得好講啊。咁嗱，如果我哋係講傳統功夫好，我哋其實好多好珍貴嘅傳統功夫門派嘅。咁咧就睇佢嗰個表現形式，我哋用個擂台嚟到睇嘅。咁喺70年代咧，傳統功夫喺香港嘅功夫文化裏邊咧，如果你上擂台嚟到鑑定咧，嗰啲好打嘅啲蔡李佛啊、少林啊、劈掛嗰啲咧，咁啊好多時都攞獎嘅，咁啊 KO 人嘅咁樣。咁我玩蔡李佛嘅，我亦都玩詠春嘅以前。咁啊蔡李佛係我學習最長嘅一個功夫門派。咁事實上真係好，蔡李佛可以打得好狼，好 powerful 嘅。咁但係咧，去到80年代咧，即係80、81度咧，太仔咧就走咗嚟香港。
擂台上邊嘅輝煌咧，就俾太仔佔晒。即係泰國人啦，係啦，泰拳嘅泰拳上咗擂台之後咧，香港嘅拳擊文化咧就冇啦。咁中國功夫嗰班咧就上咗擂台咧，就解決唔到，俾太仔打。嗰個係一個學問嚟嘅，拳擊喺擂台上面嘅拳擊係一個文化嘅發展，亦都係一個學問嘅提升嚟嘅。咁有部分嘅傳統功夫師傅咧，就嘗試去喺自己嘅門派裏面揾呢啲能夠上到擂台打嘅實用直接嘅，亦都有人做呢個咁嘅功夫啊。但係始終都唔夠泰拳打。咁有啲咧直接咧就將自己門派 delete 咗啦，自動自我 delete。咁啊，將自己就鑽研泰拳嘅玩法。咁啊，有啲係傳統功夫嘅轉型啦，咁樣能夠生存嘅都唔係好多。我係好欣賞嗰啲傳統功夫能夠係抌低自己嘅包袱嚟到去學習人哋喺拳擊上邊嘅點樣贏你嗰扎嘢。等於李小龍乜嘢功夫都學，你最叻嗰啲我就學到叻過你添。咁呢個係好難得嘅一個虛心學習，即係一個道家嘅以虛無自己，然後先至empty your cup of tea，咁然後先至可以飲人哋杯茶嘅，係咪？咁呢個喺搏擊文化睇得到嘅。咁80年代咧，咁啊轉晒型啦。咁但係咧喺那邊廂咧，大陸咧，咁啊砌咗一個散打出嚟。咁其實散打好鬼渣嘅，即係散打只不過係即係安慰劑嚟嘅。其實散打咪即係話冇乜拳派嘅，總之打到就得。係啊，但係佢散打有個特色嘅，呢個特色咧設計出嚟咧就為咗自己有自己中國搏擊文化嘅面貌拎佢出嚟，就係摔跤。拎個摔跤入去，拎個摔跤入去咧，你能夠摔到人可能3分，你一拳打可能得1分嘅。咁嗰個奇異性喺度。另外咧就係嗰個拳賽嗰個規則，你唔可以出爭，唔可以撞失，咁啊保護自己能夠衝埋去攬你個 pat pat。咁呢個就其實就係一個自我安慰、自己感覺良好嚟到勝人哋，咁係好醜怪嘅一個權利嚟嘅。咁但係咧就散打就係咁樣設計出嚟。而家呢個搏擊文化已經打到 MMA 啦、UFC 嘅啦，即係你打到爆晒光啊，跪晒喺度，你唔投降咧都繼續揼你噶啦。由企喺度揼到去地下嘅，即係呢個叫柔術啦。咁啊地下就翹住你，根本就冇辦法。所以而家太仔都可以躊躇緊，企喺度。如果落咗地點樣打呢？俾柔術搞到七彩。咁但係太仔喺70年代打贏你啲中國功夫門派啊，80年代有個轉捩點啊，即係中國功夫門派就似乎就思考緊呢個問題。咁仍然都係泰拳打贏嘅。嗰邊廂就散打為咗自我安慰呢，就揾啲次級或者3級嘅太仔嚟上去喂拳。咁啊喂掂咗贏咗，咁啊即係話散打好叻咁樣，散打王啊出現啊，打冧埋太仔。呢個係好可憐嘅一個好可悲嘅一個搏擊文化現象嚟嘅，係砌出嚟嘅。咁你散打你上去 K1 都唔得，想叫你上去 MMA 更加唔得，係咪？呢個係一個好悲哀嘅。另一方面呢，太極拳，頭先我話中國功夫門派裏邊咧，包括埋太極拳啦。太極拳上去擂台有冇人呢？冇。咁你就最多數埋澳門嗰場啊，50年代嗰場啊，吳公儀對陳克夫。咁你睇到啦，而家都成日可以 YouTube 可以睇到，攞翻嚟睇啊，點打噶？完全係冇太極嘅，即係人揼你一錘直拳，你又揼翻人一錘直拳，人哋踢你一腳，你又撐翻人一腳，完全係冇學問嘅，即係搏擊學問啊！亦都處理唔到自己將太極拳嘅精髓擺得到上擂台呢個咁嘅問題。你處理唔到呢個問題，咁就我自己個人咧，得罪好多人，我都唔計較，因為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你要面對呢個事實先至能夠改進嘅。所以奉勸太極拳嗰啲師傅咧，我覺得咧就要面對呢啲能夠打定係唔能夠打呢個問題。而家我哋嗰個文化咧，太極嘅文化咧係好普及噶。但係你唔好以為自己打太極拳打得好叻啊，攞咗金牌，自己就去天下無敵，唔係呢件事嚟嘅，係兩件事嚟嘅。嗱，我哋發展呢個太極文化呢，就係從50年代毛澤東嗰陣時，廣播操啊，揸住種紅簿仔喺度1、2、3、4嗰陣時開始設計，將傳統嘅楊家太極簡化24式，簡化24式
就容易搞。總之咧，你唔好革命，我革完咧你唔革得，咁你就有時間咧朝頭早去廣播操，夜晚嘅社交舞或者係太極拳咁樣嘅啫嘛。咁樣搞咗出嚟，50年代搞咗出嚟咧，呢套叫24式，你又有你啊，總之你打掂佢啦咁樣。又唔講氣，又唔打，唔係技擊，又唔係唔知點樣叫養生，你蒙查查咁咪搞咗一個24式出嚟。即係當然啦，你係好嘅，你有啲細藝啊嘛，但係遠離咗呢個拳擊文化。咁到最後尾嗱，譬如喺依刻裏邊咧，你覺得未來嗰個嘅武術界嘅發展喺香港會點樣咧？如果政府唔搞，政府即係香港政府、或者係中國政府，係唔將佢扶翻正咧，係好難搞得到嘅。點解咧？頭先我話到太極簡化太極拳嘅出現，係安撫你班人唔好搞咁多事，咁嚟到去你打呢個簡化太極拳咁樣出現噶嘛。跟住體操嘅武術套路咧，都係咁啫。你去攞獎得噶，你體操形態咁去攞獎得噶啦。咁你咪死練爛練啊咁樣。咁同技擊可以無關痛癢嘅事嚟嘅。咁呢個咁嘅文化一路流到今日咧，都係中央政府主導噶嘛。咁如果你要搞翻正，一定要中央政府扶翻正先啦，即係自我檢討，然後就砌翻，即係能夠打到 MMA 嘅。MMA 嘅，你中文係乜嘢？如果我哋介紹俾聽眾聽咧，有冇簡單嘅咩綜合格鬥啊嘛？綜合格鬥。好嗱，好啦，咁我哋咧就聽阿博士咧，而家一個學者論武林啦。咁我哋咧就呢度咧就都要唞唞先。咁轉頭翻咧有其他好多問題咧要請教阿博士噶。心靈綠洲，道長話短。好啦，咁啊，徐星啊，而家咧我哋嚟到專訪嘉賓嘅第3個環節，咁我哋都係照慣例咧，都要再介紹一下咧今日嘅專訪嘉賓咧，就係袁康就博士。咁啊，阿袁博士咧係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嘅講師。咁佢咧就涉獵好廣嘅，又識得針灸啦，咁又係即係研究道教文化氣功啊，好得嘅。咁原來仲有一樣嘢，又識武功啦，同埋仲有識咩咧？係識畫畫嘅。你識阿博士咁耐，你知唔知識畫畫啊？嗱，而家不如等阿博士自己講啊。武術方面就係動功。阿博士，你個畫畫就點會有興趣中意畫畫嘅咧？嗱，應該咁樣睇。凡係所有嘅手作嘅修煉嘅技術嘅嘢咧，你必須要提升去一個藝術嘅境界，一個哲學嘅境界。咁嗰啲嘢先至正斗嘅。咁如果唔係咧，你就留於一個即係技術人才，唔係一個高級嘅，即係等於我哋學武術咁樣。你打得好好啊！你已經打冧咗你見人都打冧噶啦，你已經天下無敵噶啦。你呢一種技術嚟嘅啫。我可以拍手掌，就為你呢個咁高技術嚟打冧晒你啲對手。但係如果你唔擺啲嘢落去咧，即係你唔再提升咧，你100年之後咧冇人睇你啲嘢。李小龍同你個能夠打嘅分別咧，佢都能夠打，你又能夠打。李小龍係可以係1000年之後都仍然有人去睇李小龍嘅嘢，但係你咧就1000年之後咧冇晒蹤影嘅啦。個分別就係李小龍擺咗咩咧？擺咗一啲哲學元素、藝術元素落去，就係將道教嘅學問，即係老子嘅學問，以無限為有限，以無為而為咁樣呢個咁嘅觀念，咁你要擺咗落去佢嘅拳術裏邊。係融合得到嘅，你唔好亂咁即係附會，佢唔係附會，佢融合得到嘅，咁佢又打得到，咁所以同你分別咧就係你係武牛，佢係武學家，一個武學家同埋一個武牛嘅分別。咁所以如果你係能夠打嘅，你又能夠擺得到你自己嘅哲學或者藝術嘅元素落去咧，你先至係一個高嘅境界。同樣藝術咧，畫畫啊、書法啊、唱歌啊等等咧，都係一種修為嘅功夫嚟嘅。咁凡係做嘅嘢咧，你都要擺你個哲學同埋藝術嘅元素落去，咁你又先至係叫做藝術，先至係一張好嘅畫，一樣嘅啫。所以我讀藝術俾到我一個觀念，並不是話將畫畫得好唔好嘅，而係你打功夫玩得好唔好，而係你針灸玩得好唔好。玩得好唔好嘅意思咧，就係你除咗嗰個技術之外咧，你有冇再一步提升？提升嘅就係將佢藝術化同埋哲學化，呢個好緊要嘅。即係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係唔係呢樣嘢咧？我自己就感覺係呢樣嘢，即係我讀藝術第一個學位。你無論你係書法又好，揸住毛筆；無論係你要噴畫又好，揸住噴槍，或者係做石板畫，用個機器嚟壓下咁樣。你嗰個技術嚟嘅啫嘛，你後邊冇靈魂咧，你張嘢咧
做咗出嚟係唔夠高嘅。咁你而家自己主要興趣係畫啲乜嘢嘅畫多咧？我而家畫畫唔畫畫嘅啦，係我專係好似係你岳飛咁樣後面精忠報國，猛咁吉到好靚仔咁。即係畫畫就已經係一個過咗嗰個時間啦啊！其實我同啲朋友討論到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咪好嘥咯咁樣，你又唔畫畫，你而家你就做咗針灸咁，我針人都好準確噶，你唔好掃描底又唔得啊！你嚟去針佢針啊，你同我睇下你我個拔罐咧，拔罐都好吓，唔係一個圈一個圈嘅，而係一幅畫，即係講笑啦。其實你係做任何嘢咧，從事任何嘅技術修煉嘅項目，你能夠擺到你呢個精神境界落去咧，就係一樣，就係畫畫，就係針灸，就係武術。咁其實都啱嘅，阿博士你講嗰種咧，同我哋喺大學裏面做學問啦，通常就好似你讀到最高嘅學位博士，都係呢個哲學博士啊嘛，都有哲學思維。你博士點解個英文叫做 PhD 係啦，係咪 Doctor of Philosophy 係啦，無論你邊項都係 PhD 嘅，PH Philosophy 嚟噶嘛。所以你係將呢個概念咧擺落你嘅即係你嗰個生活裏邊啊，咁啊呢個都係好啱嘅。好啦，咁不如又翻最後講翻咧，譬如阿教授啊，你係一個博士，又係一個道教徒啊，又係對於一啲道教文化咁熟悉咧，咁不如你談一談香港而家道教界嘅，你觀察到有咩特別啊，或者俾啲啟示大家啊，或者俾啲即係有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就分享下，用你個人嗰個觀念。道教咧其實係可以做好多嘢嘅，因為有錢，即係好多大嘅道場咧都係唔使擔心冇錢嘅，因為金錢嘅來源咧就係嗰啲牌位啊、骨灰龕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好處。但係好可惜咧，我自己個人嘅，以下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啦，可能係得罪到好多人嘅，請大家唔好對號入座。就係因為有錢咧，所以佢辦道咧反而冇咁落力。喺小嘅道場咧，你可能睇到道教有啲小嘅道場喺度掙扎緊啊，或者係佛教都係啦，喺個山區啊咁樣，大嶼山唔知邊度啦，咁有個廟仔啊咁樣，嗰啲當家和尚啊咁樣喺度猛咁努力，喺貧困裏邊做嘢，盡量去做嘢，佢哋反而係用心用力嘅。我相信香港嘅道場，啲小道場都係咁樣，經濟嘅來源有限咁樣。咁你就要喺自己嗰個學問裏邊，或者喺嗰個自己嘅宗教裏邊掙扎，反而係有一個正念正信喺嗰度存在。咁如果你有金錢上邊嘅幫助嘅時候呢，執事者又有心嘅話呢，我係相信係冇一個大小道場係做唔到嘢嘅。而家調翻轉講大道場做唔到嘢，因為佢不甘於做嘢啫嘛。我又得罪人啦，唔好意思。大把錢其實做好多嘢嘅。你做唔到嘢，你咪請人做嘢咧？呢個唔虛心就唔會請人，因為請咗一個叻過自己嘅人，咁自己咪即係唔夠料好危呀白噃，即係自我想象將會有風險。其實有咩事啫？咁你唔夠才能，咁你咪請啲有才能嘅嚟幫你咯，請啲學者嚟到去教嘢咯，請啲有技術嘅人嚟到去同你做某些嘢咯，好多噶。咁如果呢個市場呢個世界係冇咁多華人咁高喺道教才能裏邊有咁高嘅水平嘅話，你咪培訓咯，咁你培訓咯，慢慢做咯。咁人哋有7日和尚，點解你做嚟做去今日都未有7日道士嘅？即係嗰啲 camping 啊，你點解冇？做嚟做去都做唔到咧？做盡都係最多咪書法道德經攞獎冠軍亞軍拍手掌，呢啲一早就應該做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有好多嘢係喺呢個現代社會咧係好需要做嘅，譬如話咧身體健康嘅問題。你身體健康嘅問題，你道家大把項目可以拎出嚟做嘅。咁你教人哋打坐，心身都有益。唔好講到出神入化，係咪？咁你打坐，你身心都有益，點解唔拎出嚟做咧？有幾難做啫？你又唔使我咁樣博士學位，你一個普普通通嘅教練已經係可以教人坐喺度打坐。初級打坐又唔會話點樣出軌嘅，即係唔會走偏嘅。你走偏咗有冇 call 先有得走偏嘅？你最初冇㗎，咁你咪靜坐咯，咪教下人咯，正心正念咁樣處理一個指導，咁咪係冇事嘅。咁你個個都健康咯，咁咪好咯。我教人哋打下拳咁樣，打下啲道家嘅拳術，咁又係得噶，動功又得，靜功又得。咁啊介紹一啲食療啊，咁我哋中醫其實係道家嘅學問嚟噶嘛，醫道同源，
教你點樣煲湯啊，教你點樣去打個乞嗤應該點樣擺嚿薑落去。咁呢啲平時冇感冒嘅開下班啊，介紹一啲生物飲啊，鹿尾地黃丸啊，呢啲唔使正牌嘅中醫可以處理得到。呢個就係道家文化要拎出嚟做嘅嘢，而好多嘢咧唔需要話咩團體嘅文化、團體嘅爭拗啊，或者咩是非啊，已經超越咗呢啲咁嘅嘢，已經都可以做嘅。點解唔做咧？嗱咁阿徐星阿博士咧就提醒我哋道教界咧，其實就可以善用資源，做多啲嘢，特別咧喺最基本我哋同道教生活有關即係嗰方面，譬如養生啊、食療啊、打坐啊呢啲，就可以多啲提倡。咁我作為道教徒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阿博士嘅觀察有佢個人嘅觀察啦。咁因為我亦都事實上我自己都觀察到唔少大中小道堂咧，都有佢自己佢做緊嘅嘢，亦都配合緊一啲嘅發展去做。咁我估呢個係觀點嘅問題。好，嚟而家唞唞之後咧，轉頭就問一問博士咧，啲後進啊，啲學道嘅人應該憑咩心態學道啊？心靈綠洲，道場話短。徐星咁我哋真係好唔捨得，而家翻去第4節訪問我哋袁康就博士，咁呢個最後一個環節噶啦。咁頭先呢，阿博士都係提過我哋道教界嘅一啲嘅睇法啦，特別佢建議點樣資源運用方面。咁但係咧，我都想講下，我哋作為後輩啦，譬如啲新學道嘅人啊，或者博士啲學生咧，通常咧你觀察到嗰啲後輩啊，啲學生佢學道好或者尋求學問咧，而家一般嚟講犯緊啲咩毛病咧？點提醒我哋就注意下啲咩地方可以更加有個精進咧？唔好貪婪啊！好多學生咧喺我嘅觀察裏邊咧，都係好多都係不離於呢個意識。貪婪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啊？即係話係即係等佢留意啲咩嘢咧咁樣吓？道教如果我入咗董事局啊，幾好喎！如果我做咗高工之後咧，哇，不得了咯，跟出跟入啊嗰啲經身，呢個就係即係貪念嚟嘅。即係你求學問就 OK 嘅。但係如果你求學問擺咗呢啲咁嘅元素落去咧，你早啲入道好喎。我已經係巴巴閉閉啊，帶住嗰張嗰個道巾啊，跟住就道袍着住啊，咁啊可以 B 巴你，呢個係好唔要得嘅。但係呢個係過去我見得好多。咁當然啦，我唔排除咧有啲好正人君子啊，個個都係好好嘅咁樣，咁啊自我增值，跟住咧就被推舉為呢個董事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學習嘅階段咧，千祈唔好落咗自己嘅迷藥落去。呢個迷藥就係話，我唱經啊，第日我可以做二手啊，跟住我就做高工啊，跟住就掂啦，咁啊可以有人舉你手啦。呢個咁嘅目的性嘅學習係唔要得嘅。又或者，我參加乜乜學院嘅太極班啊，因為咧嗰度咧個師傅咧就佢可以有個位置嘅咁樣。呢啲咁嘅目的性啦，係咪？咁我哋求學問咧就係求學問。如果我哋係由零開始嚟到接觸道教咧，我建議咧睇多啲書，就首先係睇道家嘅書先啦。老子莊子必睇嘅，咁你要揀嚟睇咧，有啲係注釋得唔好嘅，咁你抌開佢。如果唔識得去揀咧，就揾我啦，你都答我可以答你。老子莊子必睇嘅，跟住咧陰符經係要睇嘅，跟住你就睇下你自己係嘅文化範疇喺邊啊。如果你係符錄嘅，咁樣你睇啲。可能揾到啲嘢嚟睇啦，符錄佢留得低嘅都唔係好要用嘅嘢，因為啲符錄就好隱蔽嘅，咁你真係要揾師傅。但係如果你係氣功啊嗰啲咧，雖然係有啲係部分係隱蔽，但係咧以身體健康嚟講，你都可以隨時都可以揾到啲資料。咁你可以喺古代嘅資料裏面去探討你自己想學嘅嘢，非目的性，淨係學問，為學問而求學問。咁啊，求學問之餘咧，又要修煉。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有三角形嘅關係。你又要修煉 practice 攞經驗，你唔勤力咧，你個境界唔高嘅。但係境界嘅需要咩咧？學問嚟到提升嘅。有學問有修煉咧，都未必提升得到。你要思考嘅。思考經驗，學習勤力嘅學習嘅經驗，加你嘅學問。你個學問，你要睇書啊，你要揾資料啊，揾材料啊，然後用思考嚟將兩件嘢融合，變成三角形嘅關係。咁你不斷思考，不斷努力去練嘢，練完嘢又要去讀啲嘢，讀完啲嘢吸收咗，你去將佢試下又點樣練呢個嘢，跟住你要諗一諗
思考，跟住將呢個咁嘅學習嘅翻嚟嘅或者係自己練習嘅經驗咧，作為一個融會貫通，咁三角形嘅關係。咁如果你由零開始咧，就仲緊要，即係呢個三角形嘅關係係必須嘅。即係我自己係咁樣。如果你哋嘅道場有學問嘅提升咁樣，乜乜班文物班，初學者應該係進修多啲，參加多啲。團體嘅文化有好多是非嘅，咁啊盡量避開呢啲是非。我覺得咧就係道家咧，到今日咧係好需要改革，好需要改革，即係暗示咧呢個潛台詞咧就好多問題嘅。係並不是正統嘅問題，並不是係正常嘅問題。即係話呢，可能你所見到嘅道家，並不是真正嘅道家學問；你所見到嘅道長呢，並不是真道長。呢個就係即係我大力話要改革嘅背後潛台詞。所以呢，你要自己做嘢，你唔使理人哋嘅。你嗰啲材料，你啲學問呢，來自邊度呢？來自古人嘅。當然古人都有部分係唔係好正斗啦，你要自己審核啦。咁你總要攞多啲古人嘅，唔好攞現今嘅人，即係包括咗中港台。咁呢個現今嘅人所講嘅嘢咧，你就抌埋一邊先，睇道藏嘅嘢，睇啲古人嘅嘢。古人起碼咧就等得到今日咧，都未必係差得去邊咁樣嘅觀念嚟去睇古人嘅嘢。但係今時今日未有人 censor 今時今日嘅人嘅作品，所以咧大部分呢都可能要考據下。咁啊，徐星阿博士都有佢一番嘅心得啊，同埋體會。咁我哋作為後生輩咧，亦都可以聽下佢嗰個意見啦，同埋指引啦。咁我相信即係幾時虛心去學習咧，都係重要啊。咁嗱，講到學習嗰啲，你又俾咗意見啦。咁啊，講翻下政府啦，因為你知如果話要道教界有個好發展咧，其實政府嘅支援咧都好緊要。咁我想問下博士，你覺得而家特區政府或者甚至中央內地政府配合到道教發展喺支援方面夠唔夠咧？惡性循環，我認為係，即係你道教又冇乜人才，我抌夠錢俾你都唔識做嘢啦。咁啊，如果站喺政府嘅角度，可能會有啲咁嘅意識形態。咁你而家喺民間嘅道教團體嗰啲領導人有，如果政府有俾夠錢，我就做好多嘢啦咁樣。但係俾到嚿錢你又點做嘢咧？咁樣你又要虛心啊，等等自我反省同埋自我檢討至得嘅。咁所以咧喺呢個相互關係裏邊咧，我認為咧，第一你自己民間嘅道教團體咧，你要自我檢討先，解決咗自我嘅矛盾、自我嘅缺點，然後咧就上邊咧就欣賞到你嘅優點，咁先至可以向前喐嘅。咁所以咧，你第一你係咪有才能嘅人？你要培訓多啲人，甚至乎培訓自己，咁啊開多啲學習班同埋學術嘅文化嘅活動。跟住呢，咁啊上面有錢啦，有錢呢就可以支持你。最好政府呢就設計一個監察制度。自己民間做監察制度係廢料啦，冇意思嘅。我話我呢個咁嘅規條，你又唔係一個統一嘅諗法噶嘛。咁啊你話你一定要每次都要裝啊，每次要揼七星咁樣。我又唔識啊，我淨係識打坐，我點答你七星咧？係咪？每個規矩都唔同咧，就好難搞嘅。最好有一個總合嘅規矩，總合嘅監察制度，監察肩負監察你嘅作為一個領導人嘅資格。而家好似鳳賢仙館係好啊，佢有嘅積分制度啊，咁樣你參加咗某些嘅積分咧文化你活動，你又有參與啊，跟住你先至可以被推選啊，諸如此類。呢啲咪係初步嘅監察制度咯。人哋佛教做得到，天主教更強，你要讀4年神學院先得嘅。咁然後先逐步你去社會攞傳道經驗，然後先至一路咁樣升上去。我哋冇嘅，完全係冇呢啲咁嘅嘢，冇呢啲嘢咁就會製造一個惡性循環嘅。咁你好優良嘅有喺度，惡劣嘅又喺度，咁樣究竟點樣去知道將支接力棒俾邊個咧？咁樣監察制度可以保障呢啲嘢嘛？我政府應該做呢個監察制度，呢個監察系統出現咗咧，跟住俾嚿錢。我認為咧地標好緊要嘅，即係文化地標，即係等於咧我哋整個老子像。如果政府咧有一個沙田有一塊大嘅地，叫做道教嘅文化乜乜中心咁樣，啲人可以去主題公園咁樣去嗰度玩嘅，又玩得嘅，又認識到你個道教嘅，又老子啊咩叫太極一個八卦，又有打坐，又有咩身心靈健康，有食療啊，有乜乜物物啊咁樣，甚至乎可以正統嘅正規嘅算命啊睇相啊，幾好幾多啊，豐富到不得了嘅可以。咁又有一個咁嘅文化地標，咁發揚道教就易如反掌。如果冇呢件嘢，我覺得要有呢件嘢先至好，甚至乎國內都應該有呢件嘢，即係等於主題公園咁樣。
我哋宗教，我哋道教咁強，老子咁樣，張三豐咁幾多啊？呢個主題公園，呢個地標，呢個道教應該有一個咁嘅東西出現喺旁邊咧，咁你個傳播力就強啦。不過係政府要搞，唔係民間可以有力搞。咁啊，阿徐星啊，我哋咧就訪問佢都唔少嘉賓啦。咁我覺得阿袁博士咧都係一個少數咧，係可以肯直接將自己想講嘅嘢就話俾人哋聽。嗱，我又覺得未必一定個個同意佢，但係我覺得佢講咗自己嗰個意見，特別係嗰個地標問題咧，我個人都好吸引。嗱，最後咧，將阿博士睇睇咧，我哋而家香港人咧面對一啲困難，你係點樣用一個道教或者道家思想去將香港而家呢個困難咧，即係簡單啲咁，等佢哋即係睇通啲啊！用你一個學者嘅角色，呢啲困難係指咩困難？知唔知係生活困難咧？啲人話香港好大壓力啊，樣嘢都唔如意啊咁樣，咁我點樣用個道家思想去令到佢哋開心啲咧？咪即係心靈嘅問題啦，即係修性嘅問題啦，性嘅不離明啦。你有冇錢啊？你有困難，有個程度又唔同咗啦。有錢嘅困難程度啊，好似低啲啦。你又貧困嘅，咁啊你個困難程度個困難嘅感覺又高啲啦。咁啊，性命雙修其實就道家嘅學問嚟嘅，即係一個基礎嘅學問嚟嘅。咁尤其是係內丹功夫，係往往都係提出性命雙修。但係問題咧就係，即係如果你實際要幫佢咧，叫佢嚟打坐，我都唔得閒，我都揾食24小時，我都揾咗20個鐘頭啦。你至叫我嚟打坐啊咁樣。咁當然咧，即係傳統喺香港嘅傳道文化、傳道教嘅文化工作咧，首先就係派啦，即係免費醫療啊，免費教學啊，即係學校同埋醫療，即係傳統我哋幾十年都係用呢個方法。咁呢個方法都可以沿用嘅。跟住咧，你要解決佢嗰個聖靈、心靈嗰個問題咧，你就要傳道啦。因為傳道咧，就帶佢介紹佢嚟，打下坐啊咁。咁雖然你好忙咁啊，你都感覺到，如果你打坐係可以幫到你嘅，佢幾忙都嚟揾你嘅。咁你要解決，因為你唔嚟咧，你可能積勞成疾啊，你病得更加凄慘，你仲要使多啲錢。咁我哋要介紹呢樣嘢俾人睇。你如果唔介紹，你個個都緘默不語嘅，你自己好嘢又唔介紹出嚟，係冇乜意思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要解決呢啲咁嘅困境咧，咁即係話做多啲嘢咯。OK， 咁啊，好多謝阿博士咧，一句咧就叫啲人哋實際去打下坐先，靜一靜自己心靈，咁啊就達到性命雙修，亦都係我哋道家思想咧係好強調嘅一個幫人點去生活嘅一個方法嚟嘅。好啦，我哋今次好多謝阿教授連續2集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袁博士，多謝。心靈